你以為老人晚年過得唔好，係因為家庭冇照顧好，子女唔孝順。但我先俾你一個殘酷結論：喺呢個社會，只要你唔係有錢人，老咗之後你一定會被安排。唔係因為你做錯咗乜嘢，而係因為成個社會本來就係咁樣設計嘅。喺正式開始之前，我先說明三件事。第一，今日唔係教你點樣養老。第二，我唔係喺度怪任何家庭、任何子女。第三，我只係想帶你睇清楚普通人係點樣一步一步被呢個社會處理嘅。如果你想知道到底係一回咩事，歡迎你留落嚟聽我分析。分析一，只要你冇錢，安全一定比你人生更重要。對普通人嚟講，呢個社會對你只有一個最低要求，唔好出事。你仔細諗一諗，你係咪經常聽到咁樣嘅話呢？算啦，年紀大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年紀大啦，穩陣啲好。你一跌親好麻煩。呢啲話唔係針對你呢一個人，而係針對你背後嘅風險。咩意思呢？因為對普通人嚟講，一個小意外都有可能變成全家嘅壓力。醫療費邊個出？請假冇錢邊個補？邊個嚟照顧你？所以成套系統最好嘅做法就係喺你未出事之前先將你關起上嚟。呢個關唔係話坐監嘅關，而係將你嘅生活範圍縮小嘅嗰一種關。譬如講，屋企人會提醒你唔好行咁遠啊，呢啲活動唔好參加啊，呢啲嘢危險啊，唔好搞啊。慢慢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你唔係突然間冇能力，而係冇人再允許你用你自己嘅呢一種能力。我哋又不妨大家想象一下，一個普通嘅中年人開始步入老年階段。你仲記得後生嗰時候嘅自己嘛？嗰時你可能會踩單車出遊、爬山探險，甚至只係簡單去市場買菜，都覺得係自由自在。但係當你老咗嘅時候，冇錢傍身，呢啲正常嘅事都開始被標記為危險。點解啊？因為成個社會嘅安全網都唔係為你嘅生活品質設計嘅，而係為成本控制設計嘅。醫院、社區甚至係保險公司都喺度強調預防風險。你去醫院檢查，醫生可能會講年紀大啦，少啲出門口，避免跌親。你嘅仔女可能出於愛心，會建議阿爸阿媽唔好煮飯啦，叫外賣啦，安全啲嘅。表面上嚟睇，呢啲都係關心，但係深層嚟睇，呢個係整個社會、整個系統逐步剝奪咗你自由嘅空間。結果呢，普通人嘅世界從整個城市縮小到小區，從小區縮小到屋企，從屋企縮小到沙發。咁樣有錢人又會點樣呢？有錢人有私人醫生，有康復師，有護理團隊，醫療費唔係問題，所以安全規則對佢哋唔適用。70歲照樣開遊艇出海滑雪環球旅行。佢哋嘅安全網唔係限制行動，而係用錢買高成本保護，使佢哋可以繼續玩，繼續好似年輕人一樣玩。分析二，只要你係普通家庭，為你好一定會變成替你決定。普通家庭最經常講嘅一句話係乜嘢呢？我哋都係為你好啫。呢句話並唔係話屋企人想控制老人家，而係佢哋帶住一種恐懼。咩恐懼啊？因為普通家庭真係承受唔到任何錯誤。有錢人跌倒係休息，
普通人跌倒係災難，所以為你好會慢慢變成你唔好諗咁多啊，你照做就得噶啦。於是你嘅人生開始出現一個轉變。以前係有人徵求你意見，問你嘅想法係點呢？但係而家你只係被告知你應該咁樣做，冇人對你有惡意，而係基於恐懼，因為普通家庭嘅資源有限，時間、金錢、精力都係經唔起浪費。一旦決定錯誤，可能意味住醫療債務、失業壓力或者係家庭崩潰。有錢人嘅家庭又點樣呢？為你好唔會變成替你決定，因為子女唔敢，亦都唔需要咁樣做。因為有錢人佢哋有專業嘅財富管理團隊、醫療顧問、律師，能夠承擔任何決定嘅後果。因為錯誤嘅代價對佢哋嚟講只係九牛一毛。繼續講最後一個分析，分析3，只要你失去話語權，老咗就一定會被忽視。你有冇留意社會形容老年用嘅全部都係被忽視嘅字眼？退休、安享、頤養、晚年，呢啲字嘅背後其實只有一句潛台詞，就係你已經冇發言權啦。但係普通人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呢？唔係唔想參與，係冇人再俾你參與嘅位置。你嘅經驗唔再被需要，你嘅意見唔再被詢問，慢慢你就係個邊緣人。於是你會睇到好多老人唔係身體先壞，身體好好，而係精神已經萎縮。有錢人就唔一樣啦，因為佢哋有影響力、有錢、有網絡，社會願意聽佢哋講話。佢哋唔係退出舞台，而係換一個更大、更自由嘅舞台，繼續當主角。我喺前邊做咗3個分析，其實呢3個分析就係社會定落嚟嘅對普通老人家同埋有錢老人嘅3個社會規矩。講到呢度，大家都應該明白點解普通人特別容易輸，因為普通人一生都生活喺唔能夠出錯裏邊，工作唔能夠亂咁換，錢唔能夠亂咁花，身體唔能夠亂咁用。等你老咗之後，呢套邏輯唔會消失，而且更加嚴厲，因為整個社會對你嘅安排，你已經冇得揀，你只有喺度等待安排。呢個就係為乜嘢我喺呢條片嘅一開頭就講啦，只要你唔係有錢人，老咗之後你一定會被安排。唔係子女唔孝，亦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整個社會從來只係俾有錢人留低咗，繼續做自己嘅後門。你可能話有錢大晒啊，咁真係錢買嘅唔單止係服務，而係被允許繼續做人嘅權利。你諗下，有錢人因為有資源有錢，錯咗可以再嚟一次。普通人錯一次可能傾家蕩產，呢個就係為乜嘢普通人特別容易輸。所以普通老人家只能夠聽話，只能夠被安排。請問你有冇發現普通人被安排嘅最後一站係乜嘢呢？可以話俾你聽，幾乎一定係醫療。下一條片我會帶你睇清一件事，就係當醫療制度被當成普通人最後亦係唯一嘅安全答案時，我哋究竟交出咗乜嘢，又失去乜嘢？